去年7月，這假期期呢，是因為丹那市風台觀光的產業受到真大影響。今年這地方政府是來推出各路自由行的補助計劃，對4月13中晝開始呢，無分休困日也是講平常時，只要帶一枚，安尼一間房間就會當補助1000塊，有2000萬的經費。業者是表示講，這帶房率呢，確實是增加2成至3成。舒適的房間，外口毋但有高樓層的風景通看。飯店內底閣有多元的設備。4月13開始，假期期各路補助計劃正式開始。飯店業者就表示，民眾的反應真好，這活動確實有提升人客來住的狀況。真的那個效益真的很好，所以說我們住房率也增加了2成左右。我們比平常大概增加了2至3成的住房訂房量。為了要刺激觀光，假期期為頂個月26開始，就開放飯店房間過暝補助1000塊的網絡申請。半個月的時間，申請人數都超過10萬人。假期市政府表示，完成網絡登錄不一定就有補助，主要也是愛看大的日期。根據研究，因為戰爭的因素，國人在消費上都有降低了大約5%。正因為這個時刻，我想我們公部門帶頭拿出來，這也是全國第一個國旅自由行補助的重要的方案。飯店業者指出，市府編2000萬的預算，一間房間補助1000塊，算來計用2萬的名額，可能在10工之內就會用煞。除了業者嘛會推出配合的優惠方案，嘛希望市政府會當夠增加預算，替業者遊客甲產業帶來3贏的局面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